高列車因為維修或者工程而暫停服務，乘客需要預早安排行程。TTC 1號線由 Finch 至到 Eglinton 將會全線封閉，以便進行路軌維修。雖然各個車站仍然開放，但係 York Mills、Shepherd 同埋 Lawrence 站嘅閘機將會暫停使用，乘客可以轉乘穿梭巴士來往各站。而 TTC 2號線由 Kennedy 至到 Warden 站將會暫停服務，受影響嘅車站仍然會開放，乘客可以購票或者轉乘穿梭巴士。而 Gold Lake Shore West 線由 Oakville 至到 Union 之間將會暫停列車服務，高巴士只會停靠 Oakville、Clarkson 同埋 Union 站，建議乘客出發前到高火車嘅網站查詢最新嘅服務情況。南韓極右保守派團體再喺首爾舉行反華集會，參加者當地下晝2點半喺首爾中區嘅首爾站廣場出發，遊行至600米外嘅南大門，部分人之後到市廳站附近參加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黨舉行嘅集會。南韓個別政治團體表示，中國干預6月總統大選，發起喺多個中國遊客密集地區舉行反華集會，並同周邊嘅商店衝突。總統李在明曾經表示，集會已經超越言論自由範疇，要求當局有效應對。隨住南韓政府由聽日起對3個人以上嘅中國團體遊客試行9個月嘅免簽入境政策，中國駐韓大使館已經提醒訪韓嘅中國遊客遠離集會，加強安全防範，切勿公開發表政治言論。北約表示，因應近日丹麥接連遭到無人機入侵，將提升波羅的海地區嘅防空部署。北約聲明表示，將會喺波羅的海地區出動全新多領域嘅裝備，進一步加強警戒，包括部署情報、監控同埋偵測平台，以及至少1艘防空護衛艦。北約今年1月已經啟動名為波羅的海哨兵嘅行動，回應波羅的海海底電纜、電信網絡同埋天然氣管道受損嘅事件。行動包括派遣護衛艦、巡邏機同埋海軍無人機協助保護關鍵基建設施。北約今個月亦都啟動東翼哨兵行動，加強防衛歐洲東翼，回應俄羅斯無人機入侵波蘭領空。同樣發現不明無人機嘅德國內政部長多布林特形容無人機帶嚟極大嘅威脅，影響極為明顯，將會加強防衛應對，包括考慮修改航空安全法，容許軍方擊落